我面会惨。有人真正是安尼，哎哇，真正爱靠药啊，叫啊1点钟、2点钟啊。总是来遮来到上帝圣殿，会当伫遮安着，哇，迄嘛真好诶。哦，所以入院诶时阵哦，你嘛当插，莫看就好啦。哦，所以伫遮，咱要记得讲，如果你若会当伫遮来，上帝，你互我伫听讲就真会当真足听，你诶话要帮助我，你诶话要互我诶心情化开，你诶话要唤起我的良知，要互我诶良心会当安怎清醒起来安尼吼。所以伫遮，咱要来领受，就是讲，到底有啥物款的负面的情绪会影响咱，致到咱的身躯也破病，然后咧强要死安尼吼，艰苦到要死，咱定定甲迄个死挂伫喙，对无？艰苦要死，欢喜嘛欢喜啦。所以我定讲遐惊死，搁遐爱死安尼吼，所以人真正真矛盾，你知道吼？所以咱要讲造就的话。咱要讲正面的话，咱要讲宣告讲上帝啊，你是我的啥？你是我的拯救，你是我的医治者，你是我的供应，你是我的啥？你会通学诗人伊咧讲的吼，足好。所以你咧读一篇诗篇的时阵，耶和华你是我的牧者，就是讲伊甲你看顾好好啦，供应好好啦。哦，你拄着受伤时，伊甲你顾，伊甲你医治。所以伫遮咱会想讲，大笔伫写即批即个诗的时阵吼。你有去看标题无？去看标题，讲迄个标题也是奉献圣殿的诗，对无？奇怪，伊都无去，未去圣殿，是啥物人去圣殿？知无？是伊的囝所罗门，因为伊犯罪嘛，伊看无该看的嘛，犯罪，抢别人的财产、某囝，所以伫遮上帝无容允伊去，但是伊知影安怎？伊知影祈祷认罪啊！伊知影祈祷认罪，上帝找先知去甲讲的时阵，伊讲好，这个人该死先知甲讲啥？就是你啊！我有罪，所以伊会通安怎？谦卑随时安尼认罪，这是值得咱学习的。所以这段时间，伊都还未去圣殿是安怎种奉献圣殿？作者是咧讲啥？迄落神学家种，可能伊是会通对讲，伊准备会通献圣殿的时阵，伊将即篇的祈祷献上伫上帝面头前。有人讲，伫迄个背景，咱若来看历代志上卷，历代志上卷21章，伫遮有讲一段的故事，就是伊伫调查户口，咱会想讲调查户口是真世上的代志，敢毋是？对无？户口普查，但是咱来看讲咱先来看即段的圣经来。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笔调查以色列人的人口，大笔做的即项代志，上帝看做歹，就刑罚。所以伊做即件代志是好也歹，为着啥？为着要骄傲、自满、荣耀家己，安尼知无？所以咱来知影讲伊的动机啦吼。所以因为安尼，咱有看讲得罪上帝，咱来读即段圣经来。上主的使者吩咐加德，叫大笔上去耶布斯人阿罗那的五穀场，伫遐为上主起一座坛。大笔就照着。迄时阿罗那伫拍马越头看见天使，甲伊做伙伫遐的4个囝走去觅。所以咱有时间去看即段圣经，就是伊要调查遮的人口，啥物人会通伫遮诚做遮的军事的，啥物人会通诚做一寡遮的就讲调查遮的人的遮文书等等遮吼。咱看讲伊是出伫家己的自满甲骄傲，所以拄仔咱看迄段话讲，撒旦就要激动，然后互伊质疑伊，我就是要安尼做啦，大主大意。所以
因为安尼，所以上帝无欢喜，互伊3条路通选。来，第一条路，啥物？知无？拄着饥荒。第二条路，互遮个对敌个刀甲恁刣。第三条路，着这瘟疫，所以最后选上帝啊，互你刑罚。头前迄2个卖，所以选择后壁。所以后壁咱敢有看见讲，哇！因为骄傲得罪至高伫身躯面对着这伤害，咱做会读来。大比甲家己讲，我真为难，我宁可互上主家己甲我刑罚，因为伊有丰盛的怜悯，我毋愿陷落伫人的手。上主就讲瘟疫伫以色列人死7万人。哇！咱看看比咱即马即回的即个 COVID-19 死较少啦吼。但是伫迄个时代哦，你看因为一项做错误的决定，直到咱看见啥物，遮个身躯就会拄着病痛。所以，若安尼来讲倒来，就是讲，咱去测验讲，因为我遮个病痛，是因为我家己的关系吗？我内在骄傲，无谦卑。若是安尼讲，赶紧祈祷，亲像即个大比讲，哇，我来祈祷，我来认罪哦。所以即个病痛是因为我的吗？还是亲像咱读过约伯了，是因为撒旦伫遮咧试验咱的信心，所以咱会通对2方面。主啊，若是我因为我的原因，我犯罪，我得罪你，求你来赦免。若是因为迄个试验临到伫我的时，互我有坚固的信心，会通亲像黄金落火炉。赢过即款的艰难试验，所以你会通对即2方面。所以咱若讲心灵伫遐灵若毋对，接受若毋对，邪灵入来，然后激动伊，然后伊安要做，要讲安尼，要做安尼，然后上帝就无欢喜对无？上帝就无欢喜，就引起啥？身躯的病痛，病痛了拄着啥？拄着死亡。所以咱爱面对的是啥物？所以诗人咧讲伊。可能差一点仔死，还是讲伊会通用伊的百姓好亲像伊家己共款，伫咧中间有无共款的讲法，咱做下读来。上主啊，你对淫妇甲我诱出来，你互我活地免入网坑口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迄个死无甲咱引带入去啥？阴间。啥物人会通解救咱对阴间伫遐出来？耶稣，诗人讲：上帝啊，是你啊！我强要死啊！你将迄个空也好，还是讲迄个死亡，拢是咧代表迄个生命的一个结束。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诗人伊咧提起阴间也好，迄个空。也是讲迄个中文讲坑，是咧指生命的一个结束。所以这个病痛甚至无有生存的可能性哦。要安怎？这个时阵诗人就教咱讲，着爱对上帝来恳求哦。差不多的时阵，你嘛甲恳求；毋知要安怎的时阵，你嘛甲恳求。所以伫遮，咱看死无是互人悲伤，互人伫痛苦的中间。无法度去接受这个离别的即款的事实，这是咧提醒咱的生命的底接。较要紧就是讲，要安怎互这悲伤离开咱，要安怎互这负面的情绪离开咱。诗人也是讲代表伊教咱一项真要紧的，嘛是上基础的哦。头一个就是认罪悔改，求主来赦免。好在牧师若咧带人来做决志的祈祷，有3项啦，3项对我讲者来谢谢，会失的对不起啦个来请，所以谢谢对不起请来讲一遍来。你要谢谢啥？
啥物人会当甲你从迄个对死无的陷阱甲你救出来？所以谢谢耶稣啊！所以安尼要带人，你要带人决志会使袂？还是讲带来互牧师带伊决志？你会使甲伊带伊决志袂？会啊！圣经讲，咱逐个是君尊的啥？祭司啊！啊，祭司就是带人到上帝面头前，互人甲上帝直接和好嘛。所以你会通做咧，哦。洗礼是牧师做啦，啊，总是带人决志，你会使做袂？会，甲你的边仔讲，你会使带人决志。所以你毋免工作长，你讲啊，耶稣感谢你吼，互我会通对死无绝望中间啊，着拯救我，你伫十字架顶为我付出代价。所以咱毋免搁再用祭牲伫遮来拜拜来祭拜，安尼知无？啊，迄拜嘛无法度拄做啊，旧约已经做足济啊嘛，旧约遐个献祭就是安尼啊，无法度做嘛，无法度改嘛，无法度透嘛，所以今仔咱敢需要耶稣啊，无遐拜拢无效啊。所以咱即马咧礼拜，咱咧拜啥？用心灵、用真实真理伫遮来敬拜这位上帝，就是安尼。第二讲对不起咧。你会通用较柔软的讲啊，是的啦，啊，较早都毋捌你吼，啊，用我家己的方式吼，遮拜遐拜安尼啊，用无共啊做功德做好事吼，啊求你赦免吼，毋知影通挖靠你，做遐无采工，吼，你会通用你家己的言语，最后亲的，我看恁阁会记袂，因为这是足要紧的关系，咱的灵魂体哦，主耶稣，我邀请你。做我灵的主，灵生占嘛。你要看撒旦激动以色列人，撒旦激动大笔讲你着去做即件代志，啊去做了啥物代志？拄仔咱讲迄个，伊去调查户口对无？吼，咱拄仔看讲，伊去做即件代志，上帝欢喜无？无欢喜，个人甲苦劝哦，安尼敢好？用你著去做，结果做了咧，害死7万人。所以咱看，咱邀请耶稣做咱灵的主，就是你若接受着圣神，伊会教你做上帝欢喜的事，对无？你若接受着邪灵，伊用你去做遐歹的，伫遐上帝无欢喜的。所以，即个灵界你接受若对啊，圣神一直来讲，你着爱喜乐，伫患难中你嘛爱喜乐。过来咧，耶稣，我邀请你做我感情思想啊，吼，你若乌白想甲安怎啊？软迄个啥？软牛角啦，拢钻牛角尖嘛，你着走袂出来，着郁卒啊。所以我顶礼拜我讲，有一个会友靠我牧师啊，我忧郁啊，我去看医生，有较好啊，啊，你替我祈祷，吼。所以我就问讲，啊，你咧想啥？你咧操烦啥？哦，工作哦，为着啥物？好咧，啊，咱着遮，你若想着，你甲记落来。你若逐遍困袂去，你咧操烦迄几项，你先甲记起来好无？你若无法度家祈祷，你来互牧师祈祷，也是长老来祈祷，你就讲啊，我咧为着啥物来操烦？你会记伫个心，你先甲记起来。牧师着帮助你，为着你甲透交予耶稣。所以伫遮，互咱知影讲，迄个邀请思想的主，个来影响着啥？本来着操烦、烦恼、无欢喜，着变成做喜乐、平安，甲有望。所以邀请主耶稣伫你的思想。影响着感情，过来影响着你决定意志嘛，所以最后就影响着身躯啊。好，所以安尼，咱看讲认罪祈祷就是安尼吼。所以谢谢，对不起，请邀请伊伫咱生命中间来掌管。所以伫遮咱有看讲，代表伊对上帝讲啥？咱做来读来，代表对上帝讲，下令调查户口的，检毋是我，犯罪做即个歹代志的是我。遮个无辜的人民拢无做啥物毋对，求上主，我的上帝的手刑罚我甲我的家族，毋通讲瘟疫攻击你的子民。上主的使者吩咐加特，叫大笔就去亚布斯人亚罗那的五角场，
伫遐为上主去一座祭坛，去祭坛就是要伫遮来承认家己的毋对，然后呢，上帝啊，你来赦免。所以祭坛就讲咱透过一个祈祷来到上帝面头前，伫遮头一个真实来面对讲我家己的歹，我家己的软弱，然后呢，甲上帝和好。其实是上帝主动伊接纳咱，说上帝啊，我知影我的毋对，哦，所以约翰一书1章的第9节讲呐，咱若承认咱的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像拄仔讲啊，上帝啊，叫你赦免哦。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我若承认我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伊要赦免我的罪，洗清一切的啥？不义就是不好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比甲你洗好清气，白那洗，洗净一切的罪。所以咱有看讲，因为伊安尼认罪，就会得到啥？医治啊，为人承认有软弱，病哪会伫遮来得到医好哦？所以伊的一个错误就是尊家己最大。所以咱要安怎倒转来讲，尊主最大，求主来医治。上帝啊，较早拢靠我家己的熬，靠我家己的方法，所以安尼世界走找名医，安尼拢袂先来找求你。上帝啊，你甲我指示，甲我感动，是要看啥物医生，是要走对一个方向。无咱拢安怎病急安怎咱讨伊。所以，当你安静落来，要看对一个医生，要找对一个病院，上帝拢会毋是讲看病拢免看医生哦。是讲你感动，你祈祷上帝，你甲我找一条路，我要安怎看对一个先生较好，用啥物款的方式？所以伫遮伊着找求主伊伫甲上帝讲咱做来读来，我要讲，上主啊，我有得罪你，求你怜悯我。医治我，所以这是透过安尼，你嘛会当正做安尼祈祷你若伫即个中间拄着边条，上帝啊，我有得罪你，求你怜悯我，求你来医治我。即个歌星，你捌听过伊唱歌无？詹雅文唱台语歌足够唱嘛，对无较早是主祭人嘛主祭书祭嘛，对无？所以伫遮伊伫2022年12月31日，伊伫左月伫迄个新店神道会伫遐来决志咱知影伊了即款的改变，总是你看要伫迄个中间来完全改变心内的想法，还佫一段中间但是咱有看讲，伊伫最近我看伊新闻顶礼拜如山长老伫我伫拜六礼拜前有讲到即个詹雅文伊本来爱第3遍会开脑瘤啦，因为我甲脑部一寡瘤安尼啦足惊吓伊妹妹就拢甲顾所以伫迄个惊吓中间去做核磁共振了后咧，来决定讲要安怎去开刀啦结果伫迄个核磁共振了，咧听报告的时阵，伊心内安尼感觉足惊吓，足不安的总是当医生讲，奇怪呢，你的脑瘤拢无去安尼啦，这是最近的代志啦所以伫迄中间，伊一听到2个姊妹就咱咧哭讲感谢上帝伊信主了伫即个中间来倚靠上帝伊的即个头壳正面的脑瘤就完全伫遮来消失的，真奇妙啦伫迄个倒边的动脉瘤即动脉的瘤小可一点医生讲宣布讲你毋免阁再做任何手术安尼所以这是伫迄中间讲你也看讲伊接受耶稣承认即个生命中间的罪了后当然有患难，毋是讲病痛就拢无总是会通伫遮透过即个方式伫遮找求，所以伫遮信的人有啥新约技术对伊第三，诗人伫教咱讲当你认罪祈祷，然后你尊主最大，你邀请伊伫性命来掌管教导你安怎知影去找医生，知影有啥物款的方法。以外最后一个就是讲，你爱欢喜喜乐伫遐来学乐来称赞这位上主啦伫
你知影圣经提醒咱讲，为什么爱喜乐来学乐称颂？圣经讲喜乐是上好的什么？甲你边讲喜乐是上好的药啊！所以有当时不药而愈，是因为哪？你心内有喜乐有平安。你知影上帝伫咱身躯有迄款的免疫的能力，迄个免疫力啊，爱拄啊好。我拜五暗时安尼奇怪拍乒乓了，规身躯开始起心魔。较早起心魔是因为会食，所以请牧师食饭的时阵迄个虾啊、蚳啊，我目前是无食，总是龙虾有食。我去新加坡迄一个蔡妈妈请我甲张玉主任我看到桌顶迄虾啊麦片虾、胡椒虾偌好你知伊我看我无叮当啊，牧师，你哪会食啦？我食迄个就会出这个洋出来，我讲龙虾较有食，虾无食，你请第二顿就龙虾就出来啊，你知无？真正食落都无代志安尼我要讲的是种，你心内你若有这看路，你若担心，见串惊喏，串着，你毋惊吼。所以为什么会祈祷？祈祷清气圣化，总是若该卖食就卖食，你知无？毋通贪食。过去有迄个少年的长老娘，去新加坡探访会友，规道拢是蚳仔啦、虾啊啦，又甲我讲，牧师，你先一粒迄个过敏药互我食好无？食了才开始食，你知道？咱的欢喜快乐是会通医治咱的身躯所以你若感觉无欢喜时，来 YouTube 即马做方便，手机做方便对无？YouTube 选落，咱着笑眯眯，咱着笑眯眯，对无？来，司机，咱着笑眯眯，咱着笑眯眯你咧郁出啥？忧愁啥？真侪只诗歌讲我的心啊，你咧郁出啥？敢毋知上帝用笑面咧去对待你嘛？咱着笑眯眯来唱这首诗歌，互我好无？后面回音，那个琴的声音，琴的声音，这边要开，咱拢要适应新的，你知无？新的机器，新的琴嘛。敬拜团来上来吧。咱着笑眯眯，大家笑眯眯，无论遇着啥代志，咱着笑眯眯，大家笑眯眯，有咧有所谓摆皮，全嘛讲囡仔，伤心的人着来亲近伊，伊要赐安慰，伊若有重担，头前看无路，咱的求主。笑眯眯，咱着笑眯眯，大家笑眯眯，无论遇着啥代志，咱着笑眯眯，大家笑眯眯，耶咧耶稣咧拜比，主捌讲囡仔伤心的人，着来亲近伊，伊要赐安慰，伊若有重担，头前看无路。求主定下带路，主来讲囡仔伤心的人，着来亲近伊，伊要赐安慰。伊若有重担，头前看无路，咱的求主定下带路。主来讲囡仔伤心的人，着来亲近伊，伊要赐安慰。伊若有重担。头前看无路，咱的求主定下带路。咱的求主定下带路。搁来一遍，咱的求主定下带路。
遮来学乐咱的主、咱的上帝吼，就是伫遮来提醒咱，咱要怎谦卑来到主的面头前。谦卑甲悔改是一个真要紧的事实，互咱会通伫遮领受上帝医治甲祝福。第二，你知影讲你要找啊，毋通四界哭哭找。过去阮兜毋捌上帝，遮拜遐拜，对无？四界咧拜找神，你会通找一个，只有一个独一真，所有拢会通做的，无所不能的上帝来找求伊面。你通接受伊对你的呼召，你成做上帝国度的查某囝儿，会通见证上帝伊的恩典。所以兄弟姊妹，一段诗篇在提醒咱：你有信无？诗人讲：我信，我信你会通救我脱出迄个死亡的陷阱。我信你会通互我伫对悲伤的中间会通真做喜乐，对哀哭的中间来跳舞欢喜，就亲像迄个牧师的相款。我信上主会通赦免咱，会通转悲伤真做欢喜。我买，你买无？诗人讲：我买，我爱。你爱无？你爱这个救恩无？你爱这个耶稣来陪伴你一世人无？还是你要靠家己？靠拜祖先，祖先都爱靠你拜啊，敢有法度保庇你？咱靠这个上大的主，生命的源头，伊毋免你伫遮来说生啥物，伊爱的就是你来亲近伊。伊爱就是讲，我承认你是我的天父，耶稣你是我的救主，圣神是我的保惠师啊，所以我买，我爱。上主啊，你永远的救恩嘛！咱做伙起立，搁一遍来唱首诗歌。我信，总是要有行动，讲我袂啊，我要洗礼归入你的名，我要洗礼成做天国的百姓，上帝国的宝贝囝。咱着笑眯眯，逐工笑眯眯，无论遇着啥代志。笑眯眯，逐工笑眯眯，咱的耶稣会拜。我讲，今仔伤心的人，叫来亲近伊，要赐安慰。你若有当甲头前看无路，咱的救主就来带。主我讲，今仔伤心的人，叫来亲近伊，要赐安慰。你若有当头前看无路，咱的救主就来带。你若有当头前看无路，咱的救主就来带。搁一遍来。你若有当头前看无路，咱的救主就来带。归予咱的主，咱的救主耶稣，咱做来祈祷。主，你讲，阮若有重担、忧愁、烦恼，拢会通亲近你，万事拢会通对你来讨。感谢主，因为阮对你讨，你为着阮解决，阮就会通笑眯眯，袂安尼规工忧头甲面。主啊，阮将阮的悲伤、重担交伫你的手中。你来医治阮、透办阮，互阮得到自由，赐互阮，互阮也通成做你赐福别人的管道。祈祷、恳求、感谢，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